Hello，我係 Rainy。呢個聖誕想屋企更舒適、更有品味，即刻同大家一齊精選人氣好物，由家務到娛樂一次升級。而且依家到豐澤門市試機或者上官網落單都有節日優惠等緊你㗎。講到細單位，香港最着數梗係超薄機身，易過門框又入到櫥櫃嘅洗衣機啦。動至7kg 超薄前置洗衣機 TWT 21BU80UWH。7公斤容量，照顧日常衣着同床品，仲有 USB 超微納米泡泡配蒸汽衛生，抑菌除味更安心。不過要安裝得靚，記得要預留大概5cm 嘅空間，再配合定期啟動滾筒清潔，常用都保持清新。至於廚房空間唔多嘅朋友，日立182 L 纖巧變頻雙門雪櫃 HRTN 5198M 就最適合不過啦。佢嘅闊度只有540mm，而且提供182 L 容量，非常適合2人家庭使用。而且變頻壓縮機可以做到寧靜又耐用，仲有速凍模式、疏過保鮮格同強化玻璃層架，夠晒實用易整理。不過香港廚房多數比較逼仄，擺位要預留散熱同埋門架活動角度，確保層架同埋保鮮盒完全抽出。如果你係打機同剪片雙收 ，Asus TUF Gaming F16 FX 608 GHR 就一定得到你嘅認同啦。i7 14650HX 配 RTX 5050，再加16寸 Full HD 加165Hz，攞嚟打機畫面絕對順暢。MUX Advanced Optimus 兼顧效能同續航，帶去 coffee shop 做嘢剪片都夠力。一副又白又靚嘅牙齒係會令到人哋留下深刻嘅印象。介紹呢隻飛利浦 Sonicare 9000HX991168嘅電動牙刷，佢每分鐘約62000次聲波刷動，4種模式加3種強度，壓力感應幫你養成好習慣。滿電大概可以用到14日，帶埋佢去旅行都好方便。而且呢支牙刷最貼心就係佢有 brush 聲，會提示你刷頭3個月就要更換啦。想喺客廳或者書房都享受影院觀感，不妨考慮呢一部 LG 48寸 OLED Evo AI G5 Alpha 11 AI Gen 2影像處理，配 True Black 對比 HDMI 2.1 4K 120Hz VRR ALLM 遊戲規格齊，48寸畫框式貼牆，慳位得嚟又具設計感。地鐵巴士噪音多，呢個時候點可以唔介紹 Sony 嘅耳機呢？呢部 WH-1000XM6 Sony 嘅旗艦級降噪配多麥克風波速成型，出街聽歌完全冇噪音。藍牙5.3支援 SBC、AAC、LDAC、LC3、ANC 開啟之後，仲可以提供30小時嘅續航。返工放工成個禮拜都唔使叉電啦！聖誕精選好物由居家到出行全面升級，依家上豐澤網店或者親臨分店試機。聖誕期間仲有唔同嘅優惠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去網店或者門市度選購啦！